那時常啊，這個世間社會的黑道呢，上下這個鏡前面能發生嘅問題，這個手前面能發生嘅問題。嗱，呢個經節講這個啲係อายุ35節，因為到係咪嘅鏡嘅家超為嚟到我嘅生活，係咪嘅擔心嘅？假如未嚟到自家嘅心中，所以呢，自家唔是驚到潛下去，也唔是擔心到潛下去。對於前面冇發生嘅，隆重自家驚自家少自家擔心喺前面嘅啊，冇講過後發生，冇熱8%後發生，上下將8%就會發生。其實冇會發生，自家驚過頭，所以自家唔好驚，因為咧經濟講你驚咪，才會嚟到你嘅生活；你少咪，才會嚟到你嘅生活。所以自家唔好少到你嘅前途。在那個อายุ36節อันยอง講到，你就อายุ嘅驚少到話，你睇下，佢講啊，我唔要得到平安嘅心，也唔要得到甜嘅心，也唔要休息，而心中的按到擔心少理顯出嚟，所以自家唔好像你經濟樣講，少到擔心唔要休息，唔要睡夢，家下變出顯出為要平衡，所以自家唔係半日驚產道，人班嘅自家唔係半日驚少理擔心產道啦，我要嘅經濟講兄弟姊妹啲，詩篇62提6，單強傾前上帝，我得到甜嘅心。因為到我嘅特救都係從自己嚟嘅，嗱，所以自家唔係本日驚少反產到潛下去，自家係傾前上帝，因為到上帝能夠救自家，為咗上帝呢，就係耶穌基督，即係傾前佢，相信佢，仰門佢，佢能夠本日心中裡得到甜嘅心，心中裡得到滿，得到強，唔係半日驚少理擔心產到潛下去，因為到佢大家同齊大自家熱天要正嘅路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